姐你好，Hi, Lê Hổ,姐姐你叫咩名啊？我叫Lisa, 依家你今年幾多歲啊？我今年42啊，43歲，今年係你結咗婚未？結咗啦，有冇小朋友啊？有啊，幾多個小朋友？兩個女，兩個女啊？幾多歲啊？一個18歲，一個5歲，五歲。如果你去香港之後，有邊個照顧你嘅小朋友啊？我老公咯，老公咧？OK。係你之前喺香港之後有幾多個居住？三個，幾多次啊？三個啊？哦，三次啊？第一個居住係三次，第一個居住喺邊度啊？第一個喺中環我喺中關幾耐啊？2年，2年滿合約係咪？滿合約係咪？滿合約finish 係 contract 滿合 right？約，滿合約，係啊。係喺嗰度你知過咩人啊？兩個小朋友，兩個小朋友，幾多歲啊？係5歲同埋4歲，OK，跟住咧，即係如果佢住喺邊度啊？第二個係大圍，係即係話幾耐啊？4年，4年啊，兩個合約係咪？係。照顧咩人咧？一個小朋友嘅幾多個小朋友？一個，一個，幾多歲？嗯，幾多歲咧？14歲咯，14歲，係，照顧一個小朋友14歲。係，啊，14歲，OK。跟住咧，第三個佢住喺邊度？大埔喺大埔，幾耐？4年，4年，都兩個合約，係咪？係，OK。喺嗰度你照顧咩人咧？有個婆婆同埋公公健康嘅，同埋一個小姐，公公幾多歲？公公同婆婆幾多歲啊？公公80歲，嗯，婆婆79歲啊，幾多歲？婆婆？ 79啊，我都小心唔記得，OK。姐姐，你識唔識煮中國餸啊？食啊，煮啲乜嘢？炒菜啦，蒸魚啦。蒸嗯，菜蛋啦，煲湯啦，煎排骨、炆排骨，識唔識啊？OK，你識唔識煮肉，姐姐？我唔食噶，可以唔可以食豬肉？可以，可以。你識唔識講英文？Can you speak English？好少嘅，好少啊，OK，冇問題。好啦，唔該晒，姐姐。拜拜。好啊，唔該，拜拜。